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调查局防野出去年破一件毒品案，有6.5公斤的毒品3件半中落线无去，到早要1年也找无。今仔日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这礼拜计共有25例，是5个月以来一礼拜增加上侪纪录。 一个查甫人去阿里山爬山煞昏倒，消防车北去2公里救人，不过也是救无回来。新闻头起先来看一件韩国的工作消息。行业处基隆站去年破一件毒品案，一个调查官负责甲查到安非他命上验，不过所甲证物放无去。行业处表示讲会私底下找回来，不过到早已经1年啊，也无消无息。伊伫交接站督察处约谈，这件代志才去互压出来。 调查局查毒品就惊毒品流入市面，暗过说传出有调查人员将要送检的毒品碰见。行业处基隆站去年侦破一个贩毒案件，所将6.5公斤的贩毒证物碰见。调查局也证实有这个代志，而且到1年也无消息。因为那个基隆站也是最近才跟我们主管部回报有这件事情而已。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内部也都在做一定的了解了。 原来当时行业处基隆站去年侦破这个毒品案，未送检确认身份，承办的姓检的调查官交代另外一名姓郑的调查官，将物证送去检视科学处，不过后来等无结果。检视科学处表示无收到毒品物证。行业处基隆站找这名姓郑的调查官，伊表示为基隆到新店的路途无细致碰见，行业处想要私下找回来，1年也无结果。现在我们内部在做行政调查了，那。 该有的一些行政调查、一些做法，我想我们具体都会来做了。该负责任的相关人等，我想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对外说明，好不好？调查局表示，会造成专案小组对相关经办人员验收、加测别查、运送过程是毋是出问题？相关人员乃只互姓郑调查官一人运送，拢是爱调查疑点。记者综合报道。 又搁发生银行协助管理财务的专员，所颠倒把钱放入家己落地的案件。台新银行中和分所的姓周的理财专员，10年来透过推销基金、股票，也是私底下协助客户投资的时阵，偷用上无3个客户的存款，大约是3亿。卖台别空了后，姓周的嫌犯赶紧想要选，不过已经未付啊。警方即马已经抓到人。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任吗？钱都要哪去了？ 对记者问题无必回答，伊就是台新银行中和分行理财专员，姓周的10个人有客户最近向台新银行反映账务无正常，银行展开调查，发现是姓周的理专涉嫌耍用至少3名客户存款，金额新台币3亿，是理专盗走客户存款史上上悬的金额案件。他是从99年6月开始就利用在银行担任理专的这个职务之便借由推销金融商品，还有私下能够协助客户来投资之事等相关的理由，要求客户在多张的这个空白的出款单上面再来用印或者是签名，之后私下再将客户的账户的金钱汇款到自己的亲友的账户内。因为个人投资股票机会失利，利用客户的信任盗走3亿。姓周的理专伫事后马上失去联络，经过检警调查，14伫新北市将伊抓到案，专案以违反业务侵占加洗钱防治法继续侦办。初步了解客户是非常的相信这个周姓理专所以周姓理专也利用这个取得客户的一个信任私下来将客户的金钱来汇到他自己私人的账户。金管会接到台新银行通报重大违法事件，按照规定，通报了后7个工作日爱提交查核调查报告。台新银行发声明表示，除了负责保障客户权益，对涉案当人也依法纠办。这是今年国内发生第3件理专盗用款项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内增加2件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最近1礼拜就增加25例，是5个月以来1礼拜就增加上济。也若是进前有一个40外岁个案，检疫期满了后验3倍才确诊。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讲，这款案例可能会哪来哪济，会甲专家讨论因应方式。
国内过去一礼拜增加25例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病例，创下5个月以来的上侪纪录。礼拜新增加的2个个案，一个是长期住伫日本的40多岁台湾籍女性，11月初伫日本出现感冒甲鼻无味这症状，顶礼拜甲厝内底人转来台湾，伫机场主动通报有症状，采检确诊。另外一个个案是30多岁台湾女性，长期伫美国工作，顶礼拜转来台湾，伫机场出现鼻无味、食无味的情形，入境采检了也确诊。个案同班机的接触者共12人，所以其中同行家人1人及前后2排座位旅客3人都列居家隔离那机组员8人则列自我家管理。另外，对进前个案599伫检疫期满，坐高铁登去厝的路的，将有通知确诊。指挥中心解说，个案其实已经采检2摆阴性，因为所得看起来小可有无啥正常，实验室拄好引进新的试剂，就搁验1摆，结果确诊。但市场分析，新冠病毒多变，未来相关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多，会甲专家学者来讨论因应的方式。第二天，他们有新的试剂来，因为他们在第一次检测的时候就有注记这样的一个检体似乎有一些小疑问，所以他们就把检体再验过一次然后就赶快把它紧急的把它召回。未来像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随着病毒的多变性，然后加上这些检验的试剂的一个进步那将来会有这样相关的情况，那我们会跟专家来研议。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今日秋冬防疫工作不用放松。即阵秋冬防疫专案已经由地方政府提登去，指挥中心会甲地方政府开会进行详细进行讨论，下礼拜3会正式公布。原则上，教育学习者的8大类的场所，拢会先管防疫等级，避免秋冬疫情搁再升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一个71岁姓区的查甫人，甲某行去阿里山爬山的时阵，怀疑是因为休困、心脏无爽快，昏倒哭着头碎，唔知影人。为着要赶紧救人，而且阿里山的小火车北去2公里运送患者，但是这个查甫人也是不幸救无回来。阿里山的大路边，救护车是嗷嗷叫，救护人员赶紧救出担架，甲这个也装着自动心肺复苏机已经昏去的查甫人送医抢救。救护人员到了现场的时候，该名民众已经 OK， 我们立刻实施 CPR， 然后装上卢卡斯，然后由林铁的列车后送到樟脑寮车站。警方调查，71岁姓区的查甫人，早起9点，甲太太、甲查某囝一家3人到嘉义阿里山独立山去爬山，中途休困的时阵，敢若心脏无爽快。倒向下头壳去弄掉，就安尼死昏昏去。为了节省时间，阿里山森林铁路管理处决定甲开往本期湖的阿里山小火车倒退路2公里，转来独立山车站接病人，最后送到樟脑寮车站，由救护人员抢救。尽管赶紧抢救，病人医院在到医进前也是救无起来。车上所有的旅客也都用同理心的一个对待的方式，他们都非常的支持。因为失败救援，和森林铁路311车次延误28分钟，总共影响187名旅客。不过民众知影原因，拢会体谅接受。而这也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管理处成立以来头一摆再送受伤病人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甲世界关系，新的美国总统由拜登当选，咱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今仔日正式甲拜登的外交顾问通电话，代表台湾政府恭喜拜登胜选。也若是总统蔡英文今日早起参加活动的时阵嘛，强调讲，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只要咱保持冷静甲信心，做投手一球一球投好势，就会当发挥上好的实力。好，投出。垒球轻轻一片开出第一球，早起总统蔡英文教大家和平共恒。垒球锦标赛开播，各位台湾女美选手王建民甲陈金峰有名话，强调一球一球投，球来就派精神，发挥上好实力，暗示台湾应对多变的国际情势。其实台湾面对各种的挑战也是这样子，不管是疫情、经济还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只要我们沉着冷静，保持信心，一球一球的去投，我们就可以发挥最好的实力。另外，驻美代表萧美琴也伫15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外交顾问布林肯，代表台湾政府祝贺拜登胜选。这电话差不多45分钟，都要祝贺交接团队，希望伫台美继续深化合作，也强调美国国会甲日前政府对中华台美关系跨党派支持。
那当然，基于政府的立场哦，我们对于美国的选举，我们是外国政府，我们没有什么立场。但是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是两个党都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大致拟定后，外交部及驻美国代表处持续透过各种适当方式与拜登团队保持顺畅的沟通联系与良好互动。也向现任的川普政府传达我方由衷的感谢。萧美琴也甲美国大桥视讯对话，也讲到台美经济欢迎伙伴对话会伫20登场，也是台美经贸关系重要一步。记者综合报道。甲区域经济有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今日伫越南正式签署。未来有签协定的15个国家互相无扣关税，对台湾的传统产业，亲像是石化、钢铁、机械、纺织等等，会造成正大的冲击。而且，这个协定是由中国主导，学者是认为讲，台湾短时间内想要加入是无啥可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15日越南举行东协视讯峰会完成签署，这是由中国主导全球上大自贸协定。会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加东协10国，15国合计经济规模达到23兆美金，大约占全球 GDP 3成。在无久的将来，这15国互相会有零关税优惠，对台湾部分的产业冲击不哩大。RCEP 对台湾的厂商一定有冲击，中阶产品以下必须移到这些 RCEP 的国家去生产，那高阶的当然就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江总表示，产业冲击是难免的，不过已经提早因应。近年来是真拍拼转型，也是到东协国家市场降低关税冲击。学者表示，部分产品销往东南亚，依然必须负担6%的关税。也个未来，甲咱国出口产业定态国家会经由 RCEP 互相降税，相关的产品会比台湾更加有价销优势。有讲受到 RCEP 降税冲击的产业，包含石化、机械、钢铁、纺织，这影响上大。冲击当然是会有，但是绝对不是像之前讲说是核弹级的啊，我会形容它可能只是一个手榴弹。既定的零关税比例就已经高达90%来说，他们这次降税可能会把零关税比例压到92%，大概会增加2%的产品。另外一个影响真的会比较大的，其实是在 RCEP 架构下，未来中日之间会利用 RCEP 对彼此降税。学者表示，台湾主要出口产品以科技产业上多，即阵销往东南亚、日本这国家拢是零关税，无受到影响。不过部分的传统产业关税冲击，正要看是不是会加入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也有台美 BTA 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新冠肺炎全世界有5300多万人确诊，超过130万人过身。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北达科他州昨夜宣布讲，州民伫室外嘛爱强制挂喙罨。日本这边已经连续3天破过一天增加上济的记录，现在全国就发医疗警报，呼吁医疗机构爱增加专用病床。日本新冠病毒疫情进入第3波，东京都15号下晡上新的统计显示，过去一天新增加255例确诊病例，已经连续6天大致新增加超过200例，当前患者数也创近半年来新高。全国14新增加1739人感染，连续3天创下大日新高。大阪府新来传关顶5府县大日新增加病例，也拢创下迄就是玉梅当地上关纪录。新来传关已经发布多重的医疗警报，请医疗机构增加专用病床。另外，确诊病例1080万，是全球第1的美国。各州医疗体系压力真大。路透社有估，拜登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进前，全美国恐惊1月增加超过800万人确诊，7万人过身。共和党籍北达科他州州长博根14宣布，州民伫公共场所爱挂喙罨，成做美国第35州。同时要求餐厅甲酒吧均能保持5成来客率，各伫暗时10点进前爱停止营业。For the next 4 weeks, we as North Dakotans should try to limit gatherings to our immediate household group and to be sure to wear a mask if gathering with people from outside your household. As Thanksgiving approaches, we know this isn't a small request.
确诊病例800万，排名全球第2印度，14地严重空气污染警报甲疫情之下，印度搞上重要庆典，拜登节连续假期开始，原本应该是亲友团圆、点灯放炮啊庆祝的节日，当局今年呼吁民众爱踮在厝内少放烟火，减少有毒空气，才袂互疫情更加严重。As usual, means the exchange of gifts is less. We have not interacted with people. Means we have not visited people because of the fear of corona. 澳洲的罗马尼亚一间专门收治新冠病毒患者公立病院，就是尾暗交互病房导火，造成10名病人死亡，7人重伤。英国伦敦街路迎接年底耶诞假期的灯火已经点到，不过因为防疫封锁措施，唔是必要的店家爱关门关到11月初。美丽夜景无限迎接，买物件真潮。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国接伫进口食品的外包装验到新冠病毒，为着防止大人的疫情再压起来，中国海关总署加强体检已经入境的冷冻食品，嘛暂停进口。到昨为止，已经冻20个国家100多间公司的冷冻食品进入中国。从阿根廷一家牛肉生产企业进口的2批冷冻去骨牛肉产品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中国连续检验出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含有新冠病毒。中国海关总署赶紧宣布，即日起暂停接受阿根廷牛肉进口申报4礼拜。为了避免新冠病毒相关食品输入中国，中国官方下令暂停进口冷冻食品。对发生员工感染新冠肺炎的20个国家99家企业，采取了暂停其产品进口这样的措施。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其实早在今年6月，包含北京、辽宁、安徽、福建、山东这10外省，拢不敌进口冷冻食品，也是外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海关总署讲，已经甲贸易商大约109国来进行沟通。强调，即要发现员工有互相相互感染的情形，产品就要暂停输往中国。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提醒，新冠病毒应在冷冻食品运输期间存活几礼拜，就算伫外包装也已经有接触传播。无症状感染或者呢轻症病例啊，可能呢这个带病从业冷冻食品加工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受到污染的可能就加大。冷冻食品外包装正做新冠病毒传播方式之一。进前中国一间5省份通报验出外包装，发现有病毒阳性反应。不过，咱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即阵无证据指出有个案是因为包装器为着病毒。不过，建议收到国外进口商品的时阵，先用次氯酸水消毒。你若是摸过冷冻食品，尽量莫去摸目睭、喙甲耳仔这所在，并且强调食品物件一定爱煮过、煮熟了后才食。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咱国内消息，高雄市因为瘫痪管理治理条例，现有5大所在爱申请核准。根据高雄市府的公告，随北夜市也无许可，顶礼拜3是最后一天排打。不过顶礼拜6也是有人去排，一寡店家就希望讲会当协助因申请合法。警察局回应，因的许可要咧审查，这个过渡期会以宽道为主，不过违规占路影响过路的也是罚钱。假日一到，有40年历史的高雄随北夜市人车真多，光遐遐。不过因为落日条款，随北夜市无摕到夜市许可，伫市府公告之下，顶礼拜3就要结束营业。不过礼拜6部分打商依然在营业，警察到场对违规的打商开单。那里面我有去，我现在在那边排，没生意，应该是拜托啦，卖到亏啦。接落发一张红单都要称字，虽然不是每一单拢开，不过现场差不多180个打商决定互相合作，并分发单照常排打。对打商的不满，警方解释开发是因为违规占用道路，严重影响交通，才对34位打商开发单。从小逛到大，从我出生就都在这边，很难过啊。我希望他们要看到很多警察。议会到底准驳的情况是怎么样？还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那这段期间的过渡期间，我们基于照顾摊贩生意也维护居民的权益的部分，我们会尽量去协调这个摊贩做好自主管理。
高雄市经发局表示，夜市落实条款为101年修订了后，一直拖到109年才强制实施。除了成立委员会遵守环境卫生这规范以外，要提到80趴居民同意。以即马随北夜市分成礼拜3甲礼拜6两个主题会来讲，所指提到38趴甲45趴居民同意书无达到抗战。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店可以亮灯，打我们的灯，打我们的摊位？那是因为大家居民同意啊。水北夜市为5月中开始申请，期间一直保行，虽然到11月截止至进前，也阁无法度有过半同意书。目前申请许可已经送到议会审查，但最后的决议，暗过当中540年的夜市老字号不应该就安尼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淡海轻轨南海线第一期今仔日下晡2点正式通车，增加台北海洋大学、淡水渔人码头等3个站。未来民众就会当直接对红树林坐轻便铁路到渔人码头。对今仔日开始到12月14，会当用电子票券免费来坐。今仔日的车厢开始行，淡海轻便铁路南海线头一期在下晡2点正式通车，真侪民众赶紧来坐看卖。这条轻便铁路是台湾头一条沿跨着台湾海峡的捷运路线。对渔人码头这站经过沙仑、台北海洋大学3站，风景很漂亮，特别是在跨海大桥那一段，然后人蛮多的。还蛮稳定的，不过有点挤，人太多了，然后刷卡没有很好刷。早起由新北市长侯友宜甲交通部长林佳龙启动通车典礼，两个人拢希望淡海轻便铁路拍通当地观光休闲产业。而原本要驶入去淡海老街，和点头反对的淡海轻便铁路南海线第2期，即阵想要改行豪华路线。这一条街要让客人用徒步的，这样比较有购物的意愿。你这样子的话，这一条街人就没有人来买东西啦。这一个渔人码头站施作完毕以后。面对就是南海第2期，我们现在在修正，回报交通部在核定当中。更重要的，淡江大桥，2024即将完工，上面借接的巴黎轻轨，那串起我们整个淡水、巴黎整个北海岸。即阵南海线第2期豪华路线方案，新北市已经报交通部审核中。侯友宜也话讲，要让淡江大桥在2024年完工，连接淡水、八里、北海岸。记者综合报道。卡步行到台南，官人已经到啊！台南的每领风景区3万外丛的直播单已经大开啊！宝参花、山地花等等，嘛一款对咧开。天气真正冷起来的时阵，梅花嘛开来做伴，花季会一直到明年的2月。民众休困时啊，就会当去行看看咧。你说的什么话？北上海拔大约700公尺的台南梅岭梅芳古道，山道边两边的紫阳色花蕊是非常的好看，而这就是紫牡丹。伫这个地点是坐达3万外丛，目前嘛拢开花当中，看起来是真水。还不错啦，因为每一季它有不同的花。哦。像现在就是那种什么紫牡丹。就这样子一路走上来。对啊，就这里步道最多啊。还蛮赏心悦目的，看起来蛮不错，蛮漂亮的。因为这种紫牡丹也不容易在平地看到这样子。当地的紫牡丹，逐档拢会使开4处。建议冬天的时阵开了是上水，花季大约对10月底登场，将会持续到元旦了后。堪称是古道花季上重要的主角。除此之外，刷落来也阁有大约200丛的洋红枫林木、山地花、杜鹃，嘛接力来开花。12月天气若是寒冷，梅花、山樱花嘛会陆续来开花。花季将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不过值得观察的是近期水质无好，若是到春天也拢无落雨，恐惊就影响开花的状况。然后步道内底有山茶花、有杜鹃，基本上拢着上开。主要是因为你若水分无够，伊花开出来吼会较冷、较细蕊，所以花况就会较无遐好，甚至有可能伤大会引起伊的花苞叫老去。就减少花的数量。每年若有花会当看，若是方面报道的时阵，更有机会看见壮观的云海。可问是观察，因为疫情的影响，各人出国受阻，因此嘉义山区常常出现大批踏青的人潮，加上每年开车方便，会当到的景点嘛侪，是吸引不少民众来高峰。记者王正混淡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天气是侪云到好天，未来1礼拜拢是稳定的好天气。敢若这方面的东半部会略略落雨。
伊是高温会到30度，不过早暗也是较凉冷，提醒观众朋友若是要出门，爱扎一领薄薄的外套，才袂去寒到。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0度到28度。 中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8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9度到26度。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